一种题型是你要对别人陈述理由，回答的句型是讲我会、认为。我们来练习回答这一题。你答咱线上嘅背儿，现场冇人看到，事後係會暫停，然後新年後到線上回實你，請講出你嘅監測，到理由。套用句型後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：係講我答咱線上嘅背兒。我會先到線上回實你，還會買嗰隻新嘅背兒來配機，因為我會做有單新年概念。還有這一題，朋友做生日，講會請你食飯，你想送佢乜嘅禮物呢？做乜嘅想送佢倆禮物呢？套用句型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係講朋友阿玲做生日，我會送佢機器人，因為佢對機器人當有興趣。我們再來多練習幾種回答：係講朋友阿香做生日，我會送佢絨毛布圖兒，因為佢最好休息，解到等人寫嘅東西。係講朋友阿玲做生日，我會送佢模型車兒，因為佢對車兒當有興趣。係講朋友阿慧做生日，我會送佢運動鞋，因為佢從頭會去運動，做得足倆送鞋。無論你的朋友是男生或女生，都可以喜歡機器人、洋娃娃、車子、運動鞋，也都可以套用以上的例句哦。